你平時放假係咪都中意同屋企人或者三五知己專登上去深圳或者廣州飲個茶、食個包、蝦個燒賣、叉燒包，諗起都流口水。但係你有冇發覺近年北上飲茶好似少咗份以前蟹精氣騰騰同埋人情味？啲點心雖然上得好快，但係食落口好似一模一樣，好似冇晒靈魂咁。冇錯，其實你可能一直都係食緊預製菜，即係工廠整好、冰凍運到酒樓，再有後廚叮熱或者蒸熟蟹微波爐點針。不過由今年，即係2026年嘅5月1日開始，如果你再上去廣州飲茶，成個局面就會完全唔同晒。因為廣州政府今次真係出咗一招好狠海沙著，正式實施咗一部叫《廣州早茶全層保護規定》海新法例。呢部法例係全中國第一部專門幫早茶文化立塊蟹地方性法規，簡直就係衝住整頓早茶亂象、打擊隱形預製菜而嚟。好多網民都話，今次廣州出呢一招，直情係要令到班預製菜點針冇得留低。對於我哋呢班經常北上消費、對食有要求蟹香港人嚟講，呢個直情係別睇蟹阿媽教條，因為呢個新規定會即咁影響到你之後北上飲茶蟹荷包同埋你條撚。今日我就同大家逐層拆解呢個廣州飲茶新法例，到底佢出咗啲乜嘢痕招，點樣去定義傳統手工同工廠預製，點解以前啲酒樓咁中意偷偷地用預製菜，同埋最重要係我哋香港人以後想去玩，點樣先可以精明消費，食到真正即叫即蒸蟹手工點針，而唔會俾人當係水魚。講到早茶，我哋老一輩成日講一盅兩件，得閒飲茶，呢個唔單止係填飽個肚咁簡單，而係一種生活態度，一種傳承咗300年嘅嶺南飲食文化。但係近呢5、6年，隨住物流同食品工業發展得太快，餐飲業出現咗一個好大楷唔黑科技，就係預製菜。2024年到2025年間，全中國蟹廣式茶點試踩廣報已經突破咗400幾億元人民幣，預計去到今年2026年，仲會衝破521億元。喺咁龐大蟹經濟利益背後，好多連鎖茶樓同埋新興蟹網紅酒家為咗賺到盡，為咗出菜快，就開始大規模引入中央廚房或者工廠大批量生產蟹預製點針。你想下，以前一個酒樓要請一個點針部團隊，由點針大佬、二針板打雜到專門包蝦膏蟹師傅，一隊人起碼10幾20人，每日凌晨3、4點，當你同我都仲發緊夢海時候，呢班點心師傅就要返到酒樓後廚，開始和面剁肉、調味包餡、下料，皮要用整面同生粉，用刀工拍出一塊塊薄到透光蟹原皮，再用手撬包出11到13個枝，呢啲全部都係功夫，全部都係時間同人工成本。但係如果用預製菜呢，酒樓連點針師傅都唔使請，只需要請幾個幾千蚊人工喺廚房執工，每日將大貨車運到蟹冷凍箱打開，入面一包包用微波爐袋或者膠盒裝住蟹及凍蝦角、燒賣、攤蒸，撕開包裝，塞入大蒸爐，定好時間，10分鐘之後就可以出菜。咁樣做，酒樓蟹人工成本起碼慳咗7-8成，廚房面積又可以掃手，仲唔使怕師傅射波或者跳槽，出菜速度仲快到好似打仗咁。你啱啱畫完點針單，5分鐘之內熱辣辣蟹鳳咗就擺喺你面前。你可能會話塊米好叻，反正食落肚差唔多。但係問題就出喺度，好多酒樓明明用緊工廠大批量生產蟹冷凍預製菜，但係佢哋蟹餐牌完全唔寫，收費仲要收得好貴，一籠蝦果收你30幾40蚊人民幣，包裝到自己好似係手工名店咁，消費者根本冇知情權，成日以為自己食緊師傅蟹心雪，點知原來係食緊工廠幾個月前做好蟹急凍食品。呢種做法唔單止係欺騙消費者，最恐怖係佢慢性殺死緊我哋珍貴海手工點針文化。當大眾分唔清邊啲係手工，邊啲係預製，邊個仲願意使幾年甚至10幾年時間去學一本咁辛苦海手工點針手藝？久而久之，傳統蟹點針師傅就會失業，呢門手藝就會喺20-30年後徹底失傳，到時我哋飲茶就真係只能夠食工業製品。廣州政府終於意識到呢個危機，所以今次法例一出，真係一針見血，直接幫傳統手工早茶劃一條非常嚴格牌紅線。新法例入面最震撼、最核心係一條規矩，就係對傳統方式現場製作蟹早茶食品訂立咗一個24小時蟹時效標準。法例清清楚楚寫明，如果一間酒樓宣稱自己蟹點針係傳統方式現場製作，咁呢樣食品由師傅親手整好，到送到客人鋪面俾你食蟹一刻，成個過程唔可以超過24小時。呢個24小時條款，簡直係對預製菜蟹一記封喉。因為工廠預製菜蟹核心優勢就是保質期長，通常係冷凍3個月、半年甚至1年。新法例一出，只要你係工廠運過嚟蟹，或者係中央廚房一早做好雪住幾日蟹，你都絕對冇資格叫自己做傳統現場製作。而且法例仲補充一條，如果因為某支特殊蟹傳統技藝，例如需要卤面發酵或者要特製配方，製作過程真係需要超過24小時蟹，
就必須由廣州市餐飲相關蟹行以至為去進行審核同明確定義，絕對唔容許酒樓自己亂咁兜亂，魚目混珠。除咗訂立24小時蟹時限之外，新法例仲使出一招名牌制，要酒樓將點針蟹身世清清楚楚亮出嚟。廢規定，所有廣州蟹早茶經營者必須喺功能菜單、點餐小程式或者喺店鋪入面最顯眼蟹地方，向所有消費者清清楚楚明示，你賣緊蟹呢款點針到底係用傳統方式現場製作，定係用非傳統方式製作？非傳統方式製作呢個詞語雖然寫得好文雅，但講白咗就係指中央廚房配送、工廠代工或者各式各樣蟹預製點針。呢一招名牌制威力好大。以前邊間酒樓會主動承認自己用預製菜？大家表面上都寫手工製作，全程名店。依家新法例落實咗，一到5月，廣州蟹市場偵督管理局就開始全城大抽查。記者去到廣州好多名店酒坊，就發現好大蟹改變。例如老字號廣州酒家，佢哋喺自助點餐 App 入面就已經悄悄地多咗一行，運數運切會上報列明咗有2盤點針屬於本店非傳統製作點針。而另一間好出名，分店開到周圍係蟹點都得，佢哋就喺點餐小程式最頂蟹位置，好大隻字標明傳統方式 OOW 現廠製作，向食客拍胸口保證自己全廠點針都係手工現做。你可能會問，如果酒樓唔聽話，繼續偷偷地用預製菜，但又唔寫明，會點啊？依家係法治社會，尤其係內地近年執法非常嚴格。如果酒樓被發現非傳統扮傳統，就屬於虛假宣傳同埋侵害消費者知情權，一經查實，罰款可以高達幾萬甚至幾十萬人民幣，仲會被列入批名單，連個招牌都臭埋。而且新法例仲經理後相無憑，所以推行埋明廚亮做制度。新規定要求，凡係經營早茶蟹酒樓，一定要通過設立透明玻璃開放式廚房，或者在廚房裝攝錄機搞現場視頻直播，甚至設立參觀通道。總之要用各種類型蟹方法，向食客公開展示你點針蟹加工製作過程。呢一招真係好狠！你想話自己係手工現包，好請你將個點針房做成透明玻璃，等我一邊飲緊茶，一邊睇住你入面有冇點針師傅喺度切肉、包蝦餃。如果一間酒樓話自己係手工現做，但係透明廚房入面只有2個雜工喺度不斷篩急凍膠袋、叮微波爐，咁全場食客一睇就知乜嘢事，唔使等政府嚟查，啲食客自己都會擺上網，等間鋪直接執笠。呢個安排對好多年輕一輩或者堅持手工傳承蟹點針大師傅嚟講，簡直係行運。因為新法例仲好貼心咁定明，手工點針師傅可以去職業院校教書，可以申請認定為徽湖鎮環海產傳承人，令到呢門原本被年輕人掀起早貪黑又辛苦蟹行業，重新得到社會蟹尊重同埋高含金量。講完點針，新法例入面仲有另外一個同我哋香港人切身利益相關蟹大狠招，就係整頓茶位費。去內地飲茶，大家都習慣咗每位收幾蚊，甚至10幾蚊蟹茶位費。以前好多香港人想去飲茶，可能遇到一啲唔太老實蟹茶樓，明明大家唔想飲茶，或者只想飲杯白開水，甚至同行有小朋友唔飲得濃茶，酒樓都一樣照收你每位10幾蚊茶位費。最離譜係有啲衰茶樓收完你茶位費之後，拿過嚟蟹竟然係一壺普通到冇得再普通蟹滾水，連一粒茶味都冇。你想飲茶？好，請你另外再掏錢買茶味，呢種簡直係霸王條款，錢白收費。今次廣州蟹新法例就將呢個灰色地帶徹底封死。法例第7條明確規定，早茶經營者如果要收取茶位費，就應當提供紅茶、綠茶、烏龍茶、普洱茶、菊花茶等供消費者從中選擇，並做好相關茶飲服務。簡單嚟講，就是你收得我茶位費，你就必須提供至少5種基本茶葉，啟其中一種俾我揀，仲要包埋幫我沖茶、加水蟹服務。新法例先啱啱實施咗1個月左右，廣州市番禺區蟹市餐館共就已經開咗第一槍，查處咗受例茶位費違規案件。事源係有市民去一間茶樓飲茶，茶樓收咗茶位費，但係成個過程冇提供過任何基礎茶味，只係俾滾水。市民反受1個投訴，執法人員即刻去到現場核查，查明屬實之後，當場向呢間茶樓傳達咗責令解正通知書，要求佢哋即刻掀期整改，而且仲要將收多咗海茶位費全數退全返俾消費者。依間規定落地之後，記者再去酒坊，好似廣州酒家、彩麟點針呢啲名店，都已經清清楚楚向店員同埋食客表明，如果客人嚟到，明確表示自己不飲茶，只喝白開水，茶樓係絕對唔可以收佢茶位費係。呢個規矩對於我哋香港人嚟講，真係一個天大蟹好消息。以前大家想去飲茶，為咗費事爭拗，幾十蚊茶位費通常都算數。依家有法可依，大家可以消費得清清楚楚，心安理得。不過新法例出台，一件事總有兩面。
對於一間大型酒樓或者連鎖集團嚟講，如果要完全滿足新法例，將所有預製菜剔走，全面違規手工，到底會帶嚟啲乜嘢化學反應？最直接派反應就係同物不同價。新法例非常人性化咁批准咗一件事，同一種早茶食品，如果用傳統方式現場製作，同埋用非傳統方式製作，即係預製菜，酒樓係可以實行不同價格牌。意思即係點？即係以後大家去同一間酒樓，你可能會喺點餐紙上見到兩盤蝦膏，一盤寫明師傅現場手工現包黑舌賣38蚊一籠，另一盤寫明非傳統中央配送點針賣18蚊一籠。呢個安排其實好合理，因為手工有手工契匠人價值，工廠有工廠契效率價值。對於一班純粹想追求極致味道，想食到蝦肉爽口、皮薄大隻蟹老饕，或者我哋特登搭高鐵上去屈食蟹香港遊客，我哋絕對願意使多10幾20蚊去支持點針師傅蟹手藝，起碼我知道自己嗰38蚊係去咗師傅蟹人工同技術度，而唔係買緊工廠包裝袋。而對於一班純粹想快脆食個早餐，返工前填飽個肚，或者追求性價比契基層打工仔，18蚊一籠蟹預製菜蝦餃，只要衛生安全味道過得去，明碼實作，都一樣有佢喺市場空間。新法例並唔係一刀切要消滅預製菜，而係要將選擇權還給消費者，等大家錢死低明明白白。講到呢度，作為一個中意北上神州尋找美食蟹香港人，喺呢個早茶新政全面推行蟹大環境之下，我哋想去廣州或者大灣區其他城市飲茶蟹時候，到底要點樣做先可以做個精明蟹食神，避開預製菜蟹陷阱，享受最正宗蟹一盅兩件？第一步，一定要學識睇菜單認提示。依家你去到廣州任何一間茶樓，一坐低唔好盲目咁喺張點針紙度亂畫。而家大部分茶樓都係用衛生掃碼點餐，你一入到去點餐界面，手勢要睇下抌布或者彈出嚟係溫新不好意思。根據法例，如果佢哋有使用預製菜，就不施列明。你要留意有冇寫住本餐廳部分點針為非傳統方式製作，或者中央廚房配送蟹字眼。如果發現你想點蟹心水點針，例如蝦角或者賣相好精緻蟹豬仔包，後面綴住非傳統方式呢幾個小字，你就知呢個係預製菜啦。如果你目的係要食手工嘢，就要避開呢啲款，專門去一啲寫住手工現做又14小時醃製海點針。第二步，善用你蟹對眼，觀察名廚釀造。而家好多升級咗蟹茶樓，例如去到陶陶居或者好多新派手工茶居，佢哋都會將廚房改成大玻璃窗。你入到去，不妨起個身，行去點針檔口望兩眼。真正蟹手工茶樓，點針房入面一定好似戰場咁。有幾個穿住白色廚師袍，戴住高帽蟹師傅，手入面不停咁喺度揀皮、包燒賣，或者用毛模具印緊馬拉糕。如果你行過去，見到個廚房冷冷清清，冇幾多個人，但係靠面擺滿一箱箱印住食品工廠名蟹紙盒，或者有員工不斷將急凍塑膠閥倒進蒸籠，咁你就心知肚明，呢間鋪頭就算菜單寫得幾好聽，都好大機會係掛羊頭賣狗肉。第三步，主動捍衛你蟹茶位傳譯。記住，根據2026年最新喺廣州法例，酒樓收你茶位費就必須提供紅茶、綠茶、烏龍、普洱、桂花呢5種基本茶葉。如果你一坐低，點完只係俾一壺滾水，或者同你講我哋依家唔包炒米，要炒米要另加30蚊買茶包，你就可以好有禮貌，大語係堅定咁同佢講唔好意思，依家5月1日新法例已經實施咗，收茶位費就必須提供基礎炒米。如果貴店冇炒米提供，或者撲白開水，請幫我免除茶位費。通常依家內地蟹餐飲店都好經食客認真舉法，只要你一開口顯得自己好懂法例，經理通常都會即刻幫你妥協，一係乖乖攞炒嘢出嚟，一係就直接幫你免咗個茶位費，絕對唔使好似以前咁拜拜食啞巴虧。第四步，用你條諗去鑑定，雖然有法例監管，但始終法例啱啱實施咗1-2個月，市場上仲有一啲邊緣地帶，或者有少少灰色地帶，好似有啲連鎖茶樓，佢哋會將中央廚房提前手工做好蟹點心，一早運到分店。呢種點針雖然都算手工，但可能已經過咗入世手時。咁點樣分即包即蒸同急凍預製？其實你條路係唔會危你蟹。首先睇蝦果，真正手工現包即叫即蒸蟹蝦果，佢個皮係帶有彈性，微微透明但唔會爛，夾起嚟喺時候個皮唔會輕易同舊肉分離。你一啖咬落去，入面應該有一股鮮甜蟹豬塞流出嚟。啲蝦肉係爽口有彈性蟹，但如果係預製冷凍過蟹豬塞，因為經過長時間低溫冷凍，水分流失，個皮通常會變得好鹹好硬，或者因為蒸得太久而變得爛溶溶黏口。入面蟹蝦肉食落口會有一種死實蟹感覺，完全冇咗鮮肉蟹爽甜，而且最明顯蟹特徵係完全冇質，冚錚錚。
再嚟睇叉燒包，手工現做蟹叉燒包，用蟹食滷麵花膠蒸出嚟個包身會自然開笑，露出入面好似熔鹽咁蟹叉燒醬汁。個包皮食落去係軟熟得嚟，帶有少少麵粉蟹麥香味，開胃又 T 小較勁。但如果係工廠批量生產蟹預製叉燒包，為咗追求完美蟹外觀，佢哋通常會加好多泡打粉或者改良劑，蒸出嚟個包白到反光，完美到好似模型咁。但你一摸上去，個包皮係完全冇彈性，咬落去好似食緊棉花糖或者海綿咁，空洞洞，而且入面蟹叉燒線通常好少，啲醬汁一早被個包皮吸乾晒，食落口又乾又死甜。仲有鉗蒸燒賣，手工整蟹燒賣，內層嗰塊黃色蟹燒賣皮薄而且貼服，入面蟹豬油全係用刀切蟹肉丁，肥瘦均勻，食落去好有肉感，層次分明。但預製蟹急凍燒賣，工廠通常是用大機器將所有肉攪成肉泥，再用機器壓製。你食落口蟹時候，會覺得嚿肉好似食緊貢丸或者無倉肉咁，完全冇咗豬肉紋理蟹咬口，而且外層嗰塊皮通常會因為雪得太耐，邊位會發白變硬，極都難食。今次廣州出呢一招狠招整頓早茶，對於成個大灣區蟹餐飲業嚟講，絕對係一場好大蟹海嘯。佢唔單止係幫廣州本地人守護住一盅兩件蟹文化底線，更加係幫我哋呢班熱愛北上推食蟹香港人篩選出一批真正有良心、有匠人精神蟹好茶樓。我一直都覺得，除咗科技發展，我哋喺生活確實係方便咗好多。我想食個快餐，有微波爐食品；我想快脆填飽個肚，有買賣。但係有啲嘢係科技同工廠無論如何都代替唔到蟹，嗰樣嘢就係人情味同埋手喺蟹溫度。當你坐喺茶樓入面，聽住周圍初閉蟹吹水聲，看住茶壺冒出嚟蟹白煙，等咗15-20分鐘，服務員終於端上一籠熱到燙手，個皮仲微微有少少不完美，但係一睇就知道係點針師傅用雙手一個個熱出嚟蟹蝦角。你沾少少鹽漬或者辣椒醬放落口，嗰種鮮味，嗰種滿足感，係工廠調流水仙機起，無論如何都廢製唔到蟹。呢個先至係我哋願意專門買張高鐵飛或者排長龍都要去飲茶海真正原因。廣州今次為早茶立法，證明咗一件事：真正珍貴海文化係值得用法律去保護海。工業化可以帶嚟效率，但唔可以抹殺傳統。所以下次你同屋企人或者朋友準備趁住星期六日北上廣州或者深圳飲茶海時候，記住用我今日教你幾招。一坐低睇清楚個智能菜單，有無預製菜提示，行過去望下個透明廚房，有無師傅喺度。如果發現唔對路，寧願轉場，都唔好委屈自己條纜，更加唔好逼錢去幫襯一啲用微波爐點針冒充手工名店蟹無良商家。你要用自己蟹銀包去投票支持嗰班真正每日凌晨3點起身，用香水同手喺木木守護緊廣東點針文化蟹大師傅。好啦，今日同大家拆解廣州早茶新法例蟹內容就差不多啦。唔知大家對於今次廣州立法規定手工點針24小時內現製，同埋強制要求酒樓申報預製菜呢個做法，有啲乜嘢睇法呢？你又覺得香港蟹酒樓係咪都應該學下呢種做法，將預製點針同手工點針清清楚楚分開嚟賣呢？歡迎大家在下面留言分享下你嘅意見，或者同大家分享下你最近北上飲茶有沒有邊間係真正全手工現做，值得推薦蟹寶藏茶樓。等大家下次北上都可以一齊去試下，唔會踩雷。大家如果中意今日派分享，記得幫手點個讚，分享俾你身邊嗰班每行周末都中意北上飲茶嘅親戚朋友，等佢哋都知道呢個最新海消息。大家得閒一齊上去飲杯茶食個包，感受下真正從佢手工時代喺廣州早茶啦。我哋下期再見，拜拜。